糟了，都这么晚了，要是被邱老头发现，肯定又要骂我了。晴柔姑娘，今儿邱公公身体抱恙，让您自行练习。公公还嘱托，近日宫中伤寒肆虐，让姑娘你務必喝下这碗治风寒的汤药，以防传染了皇后娘娘。哦，替我谢谢邱公公。是。哎呀，尹晴柔，这么多关你都闯过了，这点苦算什么呀？阿扎阿扎 ，fighting！王爷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启禀王爷，宫里来信，尹姑娘，她病了。终究还是病了，走去看看。哎，王爷，这是帮你找的字画，日后再说。哎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尹姑娘病了，所以王爷有些心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没穿衣服怎么办？哪有女孩子这么说话的？我看你是病糊涂了。怎么了？我没死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我告诉你，姐姐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有什么大招尽管放吧。怕了，我就不叫尹晴柔。小强，尹晴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再敢生病，或者是比我先死，你就死定了。我看你才是病糊涂了吧？我要是死了，还怎么死定了？总之，本王自有办法。你不会是要鞭尸吧？仙妻那个这么变态的。我回去禀报母后，这几日你身体不適，免去你的训练。等你想起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邱公公已经发话了，说让我这2天休息。邱公公，行啊，尹晴柔，邱公公一向只听母后的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替你说话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谁？你先休息吧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我一定是病糊涂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触电的感觉呢？不想了，睡觉。不错。没想到尹晴柔还能绣出这樣的東西來。是呀，尹姑娘這陣子很刻苦的，老奴也覺得詫異。還別說，看起來還有點像你的手藝呢。是老奴親手所教的，自然像老奴的手藝了。我看看，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嘛。姑姑，您不會這樣就讓他過關了吧？本來想呢，那個丫頭熬不住，自己也就走了。可沒有想到，她不僅撐了過來，現如今還想有所成。唉，哀家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。既然這些都難不住他，那我們就給他來個大的。什麼大的？再過10日就是皇上壽辰，依我看，不如就交給尹晴柔來操辦吧。那怎麼可以呀？他絕對辦不成。要的就是他辦不成。
到時候皇上一生气，表哥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不可借皇上的寿宴開玩笑。姑姑，這怎麼能是開玩笑呢？這可是我的終身大事。姑姑，求求你了，壽宴年年都有，大不了明年我們再好好操辦不就是了？給皇上補回來。姑姑，姑姑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真拿你沒有辦法。小秋子，哎，你去告訴那個尹清柔，就說皇上的壽宴由她來操辦。啟稟娘娘，老奴怕尹清柔她捅娄子。讓你去你就去，我還怕她不會事兒呢。去吧，出了什麼事，哀家擔着。遵旨。秋公公好，秋公公，什麼風把您給吹來啦？唉，清柔啊，我今兒個來找你啊，就是告訴你，皇後娘娘已經決定了，讓你來操辦皇上的壽宴。什麼？我？啊，就是你啊！皇後娘娘，她這是哪兒來的靈感啊？我連皇上的面都沒見過，我怎麼辦啊？沒錯，要是靠你自己，那是絕對完成不了的。可要是完成不了呢，那就是死罪。公公，咱能不能少辦點落井下石，多做點雪中送炭的事兒啊？我說你這丫頭能不能少犯點貧嘴啊？我這話還沒說完呢。這當務之急呀，只有去找三王爺幫忙。不可能，我絕對不會求他的。再說了，我就算求他，他也肯定不會幫我的。你給我聽着，眼下三王爺呀，最得皇上的喜歡啊！你找三王爺幫忙沒錯。再說了，他是你未來的夫君，幫你那是理所當然呢。啊呸！我公公，你說你這丫頭，我好心給你指陽關道，你不走，這我不管了，我。哎呀，公公，我錯了，你別生氣了啊。公公，你能不能幫我通知一下獨孤遠，讓他今夜子時在御花園的涼亭裡等我。誰？獨孤遠。獨孤遠？你確定不是三王爺？